对面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是杨戬托我问候你们这群手下败将呢。喂，喷火啊，你还是小心点的好。你看那边有多少妖魔鬼怪啊！当然小心了。听说人家今天布了个诛仙阵，说要诛杀我们这些天兵天将呢。哎啊，看看那个，地上那么多石头子儿，他还可以打赤脚到处走，证明他有本事啊！喂，小心硌脚啊！你听着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们立即束手就擒，大王就会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否则，废话少说。记不记得上次跟丞相打过赌啊？你不是输的法宝也没了，徒弟也没了吗？那这次让你报仇，再赌一次，3盘2胜，哪方输了就自行退兵300里，怎么样？岂有此理！赌就赌吧。我是，少跟他们废话，派谁去都行，打赢他们就知道怕了。臣领命，哼哈二将，先打头阵。听说他们一个哼就山摇，一个哈就地动，哼哈一起叫呢，就地动山摇了。大哥，我好怕呀！我也是啊，弟弟。爹啊，孩儿也很怕，会不会让他们俩这一哼一哈，把我们都震回老家了？爹征战多年，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对手。他们厉害之处，就是脸皮厚，不怕输。怎么了？你们俩被我们气得吭不了声了，不哼不哈的没用了。叫啊，还不叫？不是，马上命令他们叫。臣领命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们已经接到金鼎了。何以哼哈二将法力强了这么多？哎呀！你们怎么样呀？怎么样？有没有事啊？来，你们怎么样？受伤了？哎，听不见了。你们怎么样？受伤啊？有没有受伤？听见没有啊？吓死！飞天王啊，怎么弄成这样？哼哈二将啊，各拿了一个大金鼎，将他们的叫声扩大了好几倍，把我们的人都震回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其实哼哈二将呢，也只是虚有其表。将士们，我们再回去杀这个片甲不留。是，大家稍安勿躁。哪吒，天地间有正邪之分，万物相生相克。既然哼哈二将有妖魔之争，必定有正义之因。愿闻其详。对了，李天王，当初你何以将你的3位公子命名为金吒、木吒、哪吒？啊，我明白了，破敌之计就在这个吒字。什么意思啊，爹？申公豹步步紧逼，未免我军死伤过多。李天王，你一边走一边告诉他们。丞相，我明白了，出发。是，出发。话说天地初开，混沌一片，盘古为了开天辟地，牺牲了自己。他以双目为日月，以血为河川，以身躯为山脉大地。李天王，盘古和哪吒兄弟3个吒字有什么关系啊？爹，能不能说快一点？我这心就快震出来了。就在天地初成之际，竟然有一群妖魔鬼怪来骚扰盘古，因为盘古身躯已经化成山脉河川，不能动弹。他一怒之下，唯有发出一下斥喝妖邪之音，就是一个吒字。这个吒字也是天下间第一下声音。原来爹给我们兄弟3个起的名字有个吒字，就是因为我们一身正气，治了所有的妖魔鬼怪。哪吒，如果你不想肝胆俱裂的话，立即撤兵。
你们几个手下败将，竟然还敢回来！哼哈二将，给孤王继续哼哈他们！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正义之音，妖邪莫敌。孤王的耳朵好痛啊，好难受啊！好了，够了，别再叫了。孤王认输了。大王，我们还没输呢。输了，反正还有2局，下一局再追吧。哼哈二将，还不反击？你是不是想震死孤王啊？孤王说我们输了就是我们输了。哪吒，这局我们认输，你别再叫了，比第2局。那这下一局就机灵一点吧。爹，今天是第2局，不知道他们又要耍什么把戏。放心吧，我们正义之音不是打赢了他们妖邪之声吗？邪不能胜正，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报告丞相，东营前面突然出现一座大山，挡住我军去路。西营旁边有一条大河，现在水流入军营了。报告丞相，申公豹说，如果第2局我们不肯认输，下一座山就压住我们军营，下一条河就冲入我们军营。啊？好，再探。是。申公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，居然可以移山倒海？这次让你说中了，水来土掩了。你们阵中除了看见申公豹、千里眼、顺风耳，还有哼哈二将之外，尚有何人？还有一个赤脚的。哦，难道是赤脚大仙？哦，就是那个用脚一跺，所有山神土地都要出来效命于他，帮他移山倒海的那个赤脚大仙。奇怪了，赤脚大仙已经名列仙班，又岂会助长妖魔邪道？如果对方来一招泰山压顶的话，我军岂不是要全军覆没？但看起来这一局我们真要认输啊！幸好我们还有第3局才分胜负。那倒不用这么快认输。他想来大罗神仙相助，我们也可以请人帮忙。随行孙，这次要靠你的土遁术。再往下，再往下就到阴曹地府了。我就是要去见阎王。到了。何方妖人，居然敢私闯地府！在下伐纣大元帅哪吒，口行孙，特意前来启诫，曾经被昏君纣王奸妃妲己害死的冤魂怨鬼一用。你们胆子可不小，私闯地府已经是罪大恶极，还居然想逆天而行，让冤魂怨鬼重返阳间。实在情非得已，如果判官你不应允的话，休怪我们无礼。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住手！参见阎王。判官，准他们所求。阎王，此事万万不能。让冤魂怨鬼重返阳间，乃是逆天而行、犯天条的嘛。我身为阎王，岂会不知啊？但是自从纣王、妲己当道之后，生死簿上血泪斑斑，新鬼含冤旧鬼哭。这些冤魂怨鬼当中，大部分是被这个昏君和奸妃害死的。这个昏君和奸妃的所作所为，已经达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西伯侯举兵伐纣，是天命所归，顺天应人。我们相助于他，怎能算逆天而行？阎王明鉴，谢阎王成全。10万山神，速速领命。
大仙，时辰已到，立刻将附近所有的大山大川搬去周营，将周营的士兵全部压死淹死。去！领命。你身为大罗神仙，竟然伙同妖怪在此助纣为虐，你这么做如何位列仙班呢？本仙和申公豹有隔世的渊源，答应过要帮他一次。本仙也不想生灵涂炭，只要这一局你们肯认输的话，本仙也就此罢休。废话，为天下苍生请命，半步都不能让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仙唯有破一次戒了。来人，先搬2座大山压向姜子牙军营。好，本元帅也礼尚往来，自会回礼给你们。快呼叫！众仙驱鬼！呼叫！鬼啊！鬼！不要过来！昏君，把心还给我！还我双目！大王，我的你相信我啊！大王，让我来伺候你吧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死得好惨啊，大王！走！还给我！还我的孩子！老黑，国师，告诉哪吒，我们认输，国王认输了。大王，我军先前已经输了1局，如果这一局再认输，3局去其2，我军就要后退300里了。国王还有10几个城池，10几万精兵，他们反正也打不到朝歌。这次输就输了，退兵就退兵了。大王，行军打仗怎么能轻言退兵呢？现在我是大王还是你是大王啊？你不认输，国王就斩你的头。哪吒，你立刻收回鬼，国王就退兵。你这昏君，说得出口，做得到才行。好了，总之你快叫他们不要再骚扰国王了，啊！多谢各位。退兵！申公豹，本仙答应帮你一次，既然你方已经认输，本仙也功成身退。赤脚大仙，